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提过年期间，东部干线车票主要时段已经卖了。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已经有函代替工会沟通，民众火车登去过年。为着要压制这炒房，立法院针对着边境地权条例初审通过，这有备处伫5年内是禁止转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这也是战争了后头一届出访。外界认为，这是要来争取美国国会的军事援助支持。代替对于饭店开始咧，就被旧历过年期间东部干线车票，真侪民众是拼命讲要来订这车票。上届主要的时段已经去互抢了咯，到早起9点为止咧，这民众已经注本33万张的这车票咯。也来讲到高铁游玩真侪人坐，伫过年期间也卖63万4千多张车票啊。为要订到春节连续假期，代替东部干线车票，不少人为昨暗时看手机、电脑，时间一到，马上送出去。过程当中也是拄到系统问题，不过大部分的人拢买到。在12点整的时候，我就直接按进去，然后 App 的部分就是宕机，网页版的部分我是有订到，没有宕机，但是有点稍微卡卡的。大概11点50就是开始在准备了，对。代替表示，东部干线开始卖票了后，台北到花莲台东的自强号1月19下晡5点以后到1月20下晡4点以前的长途车票拢已经卖了。到早起9点为止，已经卖出17外万笔，33万3885张车票。因为今年假期比较长旅客他会自动去分散这个乘车的一个时间啊。新自强号太鲁阁普悠玛还是不开放站票啊。无订到车票的人，也利用花莲县府安排2班 EMU 3000型回乡专车。12月28日的中午到12月29号的下午4点，全票是200元，然后半票是100元。公路总局提醒民众，春节假期应坐苏花街客运，部分路段会开放大客车驶路径，所以客运会比家己开车先40到6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工会因为不满交通部以各公司化主发的内容，就呛讲过年期间火车无要开。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已经有和工会沟通啊，在过年期间会让民众有火车登去过年。不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春节的部分里面完完全全把列车停下来，然后让我们跟交通部好好的谈。代替春节订票咧卖时阵，代替企业工会发出，因为交通部有5个主发内容可能互铁路安全拍折，春节要互火车停落来，引起争议。中央留意观察交通部是毋是春节可会出现累火车，所以春节不会有累火车，对吗？就不会有没有火车搭，不会没有火车搭，所以有可能这个火车的班次有可能会受影响，是吗？也不是，就是按照现在订票的状况。其实好像是已经蓄势待发了相关的罢工啊，跟部长今天的回应啊，我觉得民众会质疑相关的确实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在春节期间的火车应该是没有问题。交通部长王国材解释，已经打电话和工会沟通，了解工会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交通部有过主法当中，将维修保养分4级，其中第1、第2级需要由代替家己负担费用，甲无法的重大维修交由交通部维修精神无符合，也好代替1年爱支出21亿，会了真侪钱。目前会考虑将2级维修当中部分项目揪出来，由交通部编列预算。这段时间跟工会的协商双方都是理性希望这个公司更好的一个状况那偶尔有一点像家人吵架一样我想说，马上我们就赶快把它化解。交通部表示，有告不是公告，原本就是向各界表达意见，会继续甲工会沟通了后来修正。各界保证，春节铁路疏分会按照班表来开。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压制炒房，这边境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法，今仔日伫立法院初审通过，明确规范有卖厝伫5年内是袂当换约转卖，违规者上济会当罚到5000万。另外也鼓励民众检举建立这奖金的制度。有专家认为，讲这修法通过了后，会当防止炒房，对这市场是有正面帮助。若讲到这厝价敢会对咧落咧，这可能就要看到长期啊。
根据第款条例修正草案是一直伫法院审查，行政院函调也会立委总共是提出9个版本。本队是拢坚持家己的版本，一直到暗时通过初审。草案限制伊是个厝5档内换药转卖，为了防止炒房地产对影响市场交易特殊，也是规划旁转卖行为相关的，当罚5000万。另外嘛，建立检举制度，民众会当提证据，查是真的会提一定比例做奖金。这个法案的修法跟房市景气之间未必是要有一个所谓的直接关联，反而是我们如何建构一个长期健全、避免炒作干扰的房地产市场。内政部强调，修法是怕炒房，不是怕房市。但是草案去年公告以来，预售厝的交易量是650成，第三季的厝价嘛起无前2季较济。佮拄着景气歹，业界暗算草案通过了后，嘛有可能是双面刀，除了怕炒房，房市嘛会缩起来。遏制呢是绝对有功效，只不过现在推出的时间刚好碰到房地产现在是在谷底，就是在结冰的状态。如果一下实施的话，会让这个整个情况呢会雪上加霜。就看地方政府执行力，因为还有追缴条款嘛，是，所以大概就比较会收敛。专家分析，过去厝价是起袂停，造成类似是愈来愈无，嘛互民众海讲大愈来愈无正义。修法通过对房市未来健全是有帮助，但是高价厝价嘛袂随落，后果偌大都要看政府执法的魄力。记者综合报道。前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调集人赵应公的后生赵介佑，因为涉嫌卖毒品，而且组成诈骗集团，一审判刑8年6个月，专案上诉到高等法院。今仔日2审宣判，3个早期罪、44个贩毒罪，敢若2案有减刑1个月，其他拢按照本地刑期来宣判。面对着判决，赵介佑发出声明，强调放弃交保甲上诉，也请法院赶紧发假来执行，而且指控这立委和纪委伫咧伊收押期间，对伊有无正当指控。前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召集人赵应公的后生赵介佑涉嫌被盗，佮组织诈骗集团招小弟做车手领钱。检警去年4月发动搜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伊的老爸甲阿哥请示当值，专案一审判刑8年6个月，上诉公刑了后，至伊2审宣判44个贩毒罪部分，每罪判刑3年6个月、3年8个月。3个早期罪当中，2案因为甲被害者和解，各减刑1个月。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部分，于本院审理中分别与2名被害人达成和解，量刑因此改变，各改判为有期徒刑1年、1年1月。对判决结果，赵介佑透过律师声明，强调对民进党甲无辜亲友造成伤害，致上万分的歉意，也放弃交保甲上诉，请法院赶紧发监执行。也点名律委、和纪委，强调选举造势，伊拢找真侪朋友收听，结果伊被收押了后，所以一直对伊做无实在指控。对今天这个结果可以接受吗？会不会上诉啊？应该是不会，可以接受，因为赵介佑跟我转达，确实都是他自己所做的过错，他愿意在监狱里面反省。对赵介佑的指控，何志伟表示暂时无被回应。不过赵介佑亲友表示尊重司法，也希望司法应公平对待赵介佑。判决都确定之后，再来去由检察官去申请定执行是比较恰当。第一个可能保障被告他的一个听审权，那再来就是让被告他会对刑度会有一个期待。因为专案也可能上诉到最高法院，根据大法庭的裁定，案件要等到定案了后，各由检方申请定执行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地检署接到情报，讲台南市政府经发局长陈凯玲有诈钱的行为。经过调查，派人去抄查扣30万的现金，也有工程公司的美是一寡证物。陈凯玲等人目前到案也正在调查当中。罪嫌。检察官于12月21日上午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南市调查处持搜索票搜索6个处所，在其居所查扣现金20万元，邮皮纸袋装有10万元现金及某工程公司名片1张等证物，并带回局长及相关证人2人进行侦讯。
警方强调，专案小组经过几个月调查，认为陈凯琳可能犯着这个贪污治罪条例内面的利用职务，伫个诈取财物罪以及着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嫌，再去敲陈凯琳徛家等6个所在，查到相关证物。目前这个案件也在咧侦办当中。所以观众朋友，继续来看国际新闻。讲到阿根廷摕到一届世界杯卡球赛冠军了后，政府宣布20全国放假。这球员当天透早就登到阿根廷，随伫咧首都游行。400万个这球迷呢是指到市中心和附近的车路，若要游行无都顺利进行，改用直升机伫咧天顶飞。所以因为这球迷呢伤过热情啊，也和警方发生冲突。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饭店比附近，20暗时爆发小型冲突，警方清场，赶走这欢喜过头球迷，民众烧回头砍物件，平管啊对抗警方的手灵性质甲水条，搁条真济串头闹事的人。同一天进前，同一地点是全国欢庆的盛况，超过400万球迷迎接世界卡球国家队球员。真济巴士游街庆功30公里的游行，每一个所在去甲10通通，而且速度是正慢，3点钟行无到1/3，球迷也无够危险，爬悬甚至下出高架桥护栏，是正危险。最后警方决定停止巴士大游行。球场美市顶人甲教练改坐直升机坐首都天顶，真侪透早甚至前一天就来等待群众，无法度看到梅西本人，是真失望，暗过游玩是真激动。Totalmente emocionada, aunque sea sentí que pudimos estar cerca, estuvieron arriba nuestro, una locura, hasta las lágrimas. Al sábado renuncié a mi trabajo en el Changomá, dejé mi familia, mi casa, dejé mi novia y me vine acá a alentar la selección. 游行结束了后，美斯甲队友迪马利亚坐私人飞机返去个故乡罗萨里奥，暗过一条游玩来继续。相关平台 Instagram， 美斯发布家己行大力神杯相片，2天内得到6600万人起赞，创下史上上济赞的纪录。美斯阁打出家己抱大力神杯藏起来，用西班牙文讲早安的相片，几点钟内得到880万人起赞。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执行长萨克伯格也学到世界卡球的热度。实在是真惊人。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外国媒体报道讲，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2月1日访问美国，伊本人伫 Twitter 顶头也公开一项消息，也讲会见到这总统拜登。这是泽伦斯基自2月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以来呢，头一届出访的这个行程。这白宫也证实讲，会提供更较侪军事武器来强化乌克兰的抗防能力。美联社会分析指出讲，美国国会会针对美金450亿的军事援助乌克兰方案进行投票，认为泽伦斯基这届来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国国会来给予支持。包含英国 BBC、美国 CNN 甲美联社等国际主要媒体拢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按算伫美国时间1日拜三访问美国华府的消息，也是泽伦斯基自2月俄乌战争以来第一摆出国访问。BBC 报道指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发消息予议员，呼吁一定要出席拜三暗时的会议，提醒是一场甲民主议题有关系活动。泽伦斯基20日有建起战访吉的东部前线巴赫姆特巡视军队，也颁奖表扬士兵。美联社分析，泽伦斯基访问美国行程准备进入意义的伴手礼。He was given a flag that he promised to hand on from the Ukrainian forces that they meant to be a token of thanks to the U.S. for the support that's been given to Ukraine in fighting the war thus far. 泽伦斯基为什么选择这时阵访问美国呢？开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乌克兰主要军事援助来源。到即马，美国已经提供185亿美金，比其他国家较悬。乌克兰战略，美国承诺会阁提供乌克兰450亿美金，合新台币1.39兆的援助方案。国会会期要伫年底结束，因为其中选举了后，国会势力倾向共和党，部分共和党议员对援助方案有无共款的意见。泽伦斯基赶在表决进前去美国，是要确保美国继续军援。10 months ago, no one expected Ukraine to be standing at this point. They expected the Russians to have prevailed. For him to come at this moment, it's a big deal. It's a chance for him to show that U.S. investment has paid off in Ukraine.
泽伦斯基即摆按算甲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佮去国会举行演讲。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欧盟进前才针对着这罗西亚的能源进口采用价格限制措施，不过实在就传出伫罗西亚境内天然气管线漏气，来引起爆炸意外。当地媒体是报道讲有3个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国际天然气的价格也随起起来。虽然是当地时间入中昼，暗过加速爆炸引起的大火，在即时环境当中，依然互人心惊惊。俄罗斯媒体引用加速营运业者、甲救援单位讲法指出，代志发生的时阵，业者咧进行加速管线维修，3个死者甲1个伤者拢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根据外电报道，爆炸发生的时阵，现场的温度升到真悬，不止附近民众无法度转去，救援单位也无法度接近现场抢救。И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мы,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аши оперативные службы разберутся в деталях и будут предприняты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устранить неполадки, значит, выполни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аботы, чтобы газопровод работал в штатном режиме.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虽然欧盟发动真济摆制裁，佮减少靠俄方的天然气，不过俄罗斯甲西欧之间的天然气贸易依然继续咧进行。伫经过波罗的海的北溪1号管线伫不明原因之下遭到破坏，停止运作了后，经由陆地透过交战当中的俄乌边界，所向西欧才做唯一的路途。所以传出爆炸事件了后，国际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就起价。设伫荷兰的天然气交易中心 TTF 每100万瓦点钟由103欧元起到114欧元，起超过1成。这对已经食袂消的西欧消费者，亲像德国部分的教堂，规气设定温度上限，若室内气温超过5度到12度，就将烧气关掉。伫英国受图书馆这公共场所，为厝内底付不出烧气费用的民众，提供当天取暖的机会。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欧洲食品安全局指出，过去1年，在欧洲爆发有史以来上有破坏性的禽流感，上无有5000万只鸡鸭去互灭掉。今年又比顶年更较严重。这也等者这个到啊，上有代表的就是这个火鸡肉咯。伫英国也因为这禽流感的疫情真严重，历史上100万只火鸡去互灭掉。抑阁活跳跳的火鸡，即嘛伫英国真珍贵。火鸡大餐是袂少英国人伫耶诞节一定爱有的好物件。不过禽流感管价10月秋天以来增加将近140件确诊案例，按算扑杀上百只火鸡，有1/3农民受冲击，无奈毋知要如何向消費者交代。And as a turkey farmer, you don't let people down at Christmas, so it'd be devastating. 欧洲食品安全局20指出，过去1年，欧洲爆发有史以来上有破坏性的禽流感疫情，37个扑杀差不多5000万只禽类，也不包含有活性扑杀的数量。今年入手了后，感染农场增加3成5。目前咧评估要研发疫苗来阻止疫情扩开。And actually, we are on high alert. 不只是欧洲禽流感病毒也入侵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国泰盐郡，上受影响就是鸭，较互动物病毒的毒鸟排泄不感染。活禽肉品拢进行移动管制，扑杀几千只鸭。That was a dangerous situation for the farmers in Kottayam. 国内也面临严重的考验，上大威胁是毒鸟带入对禽类致死率真悬的 H5N1 病毒。自11月底，宜兰种鸭场确诊了后，高雄台南分林家己的鸭场拢出现病例。目前依然爱全力防止病毒进入饲鸡场，才袂冲击鸡肉鸡卵的供应。记者综合报道。鸡有鸡这人有瘟疫，中国放弃清零政策了后，这疫情是搁再夹起来。不过，中国政府伫这2天公布死亡人数只有几个尔，甚至今仔日是无人死亡，引起外界质疑。就专家出来表示讲，只要感染了后引起着肺炎或者是呼吸道衰竭死亡的，才会当算是染疫死亡。亲像这款的标准，互民众认为讲，这标准竟然会当安尼改来改去的，甚至即马风声讲，中国可能伫咧1月初3会取消入境隔离措施。中国放弃清零政策了后，北京火葬场出现遗体，
排队排真长，等要收的现象。也毋过卫生当局拜二通报，敢若新增加5件为着死亡案例，拜三新增加数字是0，比怀疑甲实际情况差真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官方找专家来说明确诊死亡的定义。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那么归类为呢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专家讲，确诊的人若是因为本身有心血管的疾病造成过身，无归类时为着死亡。这款的讲法，真侪中国网友毋敢认同，因为这波疫情来势真凶猛，外国媒体拢有称明年过身的人数会有9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表示，即阵宣布新冠大流行紧急状态结束，可能也为时尚早。不过，中国防疫放松的方向已经确立。有香港媒体报道，北京当局会对明年1月7日开始取消入境必须去隔离设施的规定，打算把这入境政策调整成做0+3。也不过，这阵相关单位也未正式来公布这项消息。另外，香港最近2礼拜每天新增加的确诊比例伫15000例左右，当局认为这个疫情平稳，决定伫拜四进一步解除防疫的限制。今日餐厅酒吧唔免提供快速检查阴性证明，电影院甲博物馆这休闲娱乐场所也取消入场人数上限。And it will motivate everyone to come out of their homes and go wherever they want, especially to the bars and pubs. 不过，港府即阵议员规定，除了运动以外，这类公共场所必须要挂喙安。真侪场合也要求要有疫苗通行证。广视新闻3回变编译。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强调，大巨蛋会伫一年内完工，和市民做伙伫咧大巨蛋看野球比赛。不过，内政部的代理部长花敬群表示，大巨蛋也是爱看这排演的测试符合标准才有通过，若准失败者就要搁做修改。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日前特别澄清，各界也正关心大巨蛋的进度。蒋万安表示，大巨蛋确实是一大挑战，需要中央各地方合作。全力以赴，积极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来兑现我们对市民朋友的承诺，期待1年内在大巨蛋和市民朋友一同欣赏棒球赛事。接下来是台北市政府要针对大巨蛋的实际的燃烟的测试，要真的去烧，然后去看它烧出来的结果有没有符合标准。是，那符合标准，它的消防的检查就通过；没有符合标准，那可能就要重新再来做必要的调整。针对台北市长公车，一直质疑内政部卡条例，花敬群表示，内政部是正派经营，经未去考检，一切按照规定，无任何恶意。领养机关呼吁蒋万安应该好好解决大巨蛋的问题，若无第1年就会正做摆卡市长。领养机关表示会全力辅助蒋万安。柯文哲跟中央因为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一直在那边互相彼此对杠的情况，在蒋市长上任之后可以消失。我相信中央也有这个雅量，不会再去卡蒋市长。在柯市长的手上完全没有处理好，反倒是变成蒋万安的烂摊子。所以蒋万安想要赶快解决大巨蛋的问题，如果不赶快解决的话，蒋万安恐怕成为跛脚市长。是不是承诺1年以来启用？蒋万安表示会尽全力，本来就是向市民承诺1年内大巨蛋要启用，会向这目标全力以赴。也透露大巨蛋案以内政部条例的缺失，目前要存几项。29日的时阵有针对这部分讨论全面了解，会积极沟通协调，针对问题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国高雄的小瑞国嘉义县长选举的国民党副秘书长王玉敏，和台中市长罗秀燕找去做副市长。台中市即马有11个局处首长换人做，变动是真大。另外，高雄只有调整3个局处首长。若讲到高雄市议员高敏林呢，是会去接观光局长。被征调到嘉义县参选的国民党副秘书长王玉敏，2日下晡出席国民党中常会，已经感谢这段时间甲党中央斗阵打拼。虽然这一摆无胜选，不过国民党也多数县市长释出，家己下晡要担任台中市长罗秀燕的副手。获邀就是到台中市担任副市长，那我想我会跟卢秀燕市长一起在台中市
尽量的打拼，给台中市民最好的福利。王玉敏做台中市副市长，是不是提前布局，才做到首选接班人值得关注。台中市的小队伍当中，3位副市长有2个退休，只有王国成留任，加上王玉敏，还佫差一个副手。局处首长除了新增加数位治理局，另外还佫10个局处首长换人，总共11局处，幅度未小。同款是现任市长连任成果高雄市，小队伍的变动是无济。23这一天，高雄市局处首长总辞了后，大家斗阵翕毕业相片。但期迈2个无举办就职典礼，提前公布新一波小队伍名单。原新闻局长陈建宏要回归校园考察，有关刑局处长杭斌何责任，观光局长也改做由高雄市议员的高秉仁担任。刑局处长是由37岁关市副发言人林冠卿接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甚至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学习的机会。职务上有做一些调整了哈，那我们还是以稳定，然后希望能够多给年轻人机会。高雄市小队伍小可调整，但期迈强调以年轻、人数稳定为原则，大部分局处首长会重新任命，会继续拍拼下这4年。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议会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来台湾访问，希望赶紧促成台湾欧盟贸易协定的谈判，深化双方关系。带团的副主席阿西马科波罗表示，即马是当同和台湾记者 BIA 上界好的时机，因会挺台湾到底。欧洲议会国务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台湾3天，立举行记者会。此团的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阿西马科波罗感谢台湾的热情招待，即摆来台湾得到双方意义重大，希望得到加速启动台欧盟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前置工作有帮助，进一步深化台欧双边的经贸关系。And the goal is to move toward a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or a free trade agreement, or maybe a supply chain agreement, or all of those in some succession. The goal is to start formalizing this relationship and make it even deeper. 阿西马科波罗表示，欧洲议会最近关票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即阵正是甲台湾洽谈 BIA 上好时机。欧盟也正致力完备反经济协议工具 ACI 来避免中国限制立陶宛产品进口的经济协议情况再来发生。From European business, of course, some leaders have advocated for CAI. But many voices have argued that this deal is not what we would need because it would not protect our businesses against unfair practices. 鲍瑞海也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的共同主席，是欧洲重要的推动对台友好的人士。另外，今年也是台湾伫波兰成立代表处30周年，波兰友台议员签署声明，支持台湾的立场，肯定双边关系最近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央行第20向调悬利率上限，对0.25%调悬到0.5%左右，带动日票起3.9%，大约是日票131块换美金1块。虽然日本央行强调这不是升息，也不是通货紧缩，不过市场拢认为讲这就是升息啊，影响到全球的金融市场。日的日经指数有关是走低，收盘是落180点。まず今回の措置は市場機能を改善することでイールドカーブコントロールを起点とする金融緩和の効果が企業金融などを通じてより円滑に波及していくようにする趣旨で行うものでありまして利上げではありません。日本中央银行的行长乌田东彦28日下晡是举行记者会，强调提悬10年公债息利率的上限，目的是要改善市场的机能，好认起利息。但是嘛是互市场认为是实际上的起利息。日经指数日一收盘是继续落，震动走低，收盘680点，一票换美金的汇率嘛继续强势，起3.9%。先前这个日元贬值其实让台湾出口性质跟日本比较相近，比如说像机械业
遭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现在日元呢开始恢复轨道的话，反而可以让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业者它的压力呢可以获得一些舒缓。学者强调，日本的通膨已经来到3%以上，是成本推缩的非良性通膨。台湾的汇率相对稳定，日本中央银行这波起利息对台湾的影响较小，但是日本央行这紧出手嘛，互年底市场较无安全感。尤其经济部公布11月外销订单年减23.4%，连3乌，全年恐惊负成长。2023年全球经济衰退，只有我们台湾的政府雄用刀枪不入说明年多好多好，我看起来 GDP 还要往下修正，目前还是预估的太高。受到全球景气歹的大环境影响，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恐惊袂当保三。财经专家谢金浩表示讲，全球起利息是一直循环，就连日本嘛无法度阻挡。那未来日票一直起，国际资金就会开始刷，明年亚洲经济恐惊就会出现新的大变化。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以下富士康工业互联进行用人民币53.8亿，差到新台币239亿，间接投资中国紫光集团，计划打造半导体工业链，引起两岸关注。不过，这投资案顶礼拜选举破局，鸿海公告将全部出清紫光集团持股，各地之一发布重新示警，后续确实有无法度按时收款的风险。这摆投资紫光案恐惊是上头了咯。在大陆基本上已经经营完了差不多了，那也资产也处分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土地，那基本上就是采取清算。那清算这部分的话，我们会提醒台商要注意，税局还有海关这一部分的申报。因为鸿海投资紫光无事前向经济部投审会报备，即马阁要出清紫光持股。经济部表示，已经请鸿海集团说明。鸿海指出，目前处分紫光持股也在进行当中，定数还未完成。不过经济部强调会继续推进度，鸿海有违规的事实，确定会处罚。因为违规的事实已经发生了，所以还是会依法处分，但是会衡量他列入财罚的时候列入所减的一个考量。根据经济部投审会规定，牵涉正鱼大港 IC 设计等民间项目去中国投资，而且投资金额5000万美金，首先爱付投审会核准，若无爱罚相关2500万台票。不过，因为这案件真复杂，鸿海实际罚款，要等公司精算了后才能确定。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国内只有买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不过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伊就怨叹讲，伊90外岁妈妈无 BNT 新配方疫苗通好注，真不满指挥中心，也质疑政府为什么无买 BNT 的新疫苗呢？卫福部长施瑞元早起伫立法院接受访问，伊也请郭台铭讲，伊亲像 BNT 业务员同款。部长是搁再强调，研究显示，注无共品牌疫苗袂有问题。BNT 次世代疫苗的话题持续发酵。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顶一日质疑讲，台湾是安怎无采购 BNT 次世代疫苗，后民众都要承担对家社注无共牌子的风险。针对这点，卫福部长施瑞元日一拜三伫立法院回呛讲，郭台铭袂属是 BNT 的推销人员。这个是郭董讲的吗？听起来好像是 BNT 的那个推销员。施瑞元指出，目前国内还阁有差不多400万剂的莫德纳次世代疫苗。研究嘛显示，莫德纳甲 BNT 拢是属于 mRNA 疫苗，对家社注无共牌子袂有问题。另外，新加坡伫要到啊，外界烦恼讲最近中国解封疫情加悬。侪台商若倒来台湾，恐惊会对台湾社区造成威胁。疫情指挥中心预估，后一波疫情的高峰会伫1月底2月初，每日天确诊的人数恐惊会超过2万例。现在我们的疫情正好在这个缓步上升当中哈，那我想我自己估计是每日大概高峰的时候会过2万例，这应该是会的。现人外界关心讲，13通敢会伫咧新加进行复航？
试水员强调讲，会由陆委会发布消息，目前无要对中国等来台湾的旅客采取有案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平常时食到这鸟仔卵，就是烟炖仔卵。过去因为这产业细，无咧做是官方正式管理的项目。事实上，台湾的烟炖仔产业真厉害，整体产值有到6亿。农委会今年就公告要求全台湾59间烟炖仔畜牧场要列入去管理。不过业者也反映讲，这市的成本悬，若准备做这污染防治设备是该开钱，希望政府爱提供补助。一个巡，用心来照顾，半自动设备一个开，一个万能都乖乖排队收集完毕。地州法官经营大型烟村畜牧场，新检中华民国烟村协会理事长的罗布龙，饲10万只烟村，每天用的是9万粒的烟村卵。今年鸡卵真贵，也有寒流来，市场需求量增加。现在通路很好啊，因为要寒流来，冬天那个市场需求量很大。在全世界，我们台湾的鸟蛋算是最便宜的，因为我们的技术比别人先进，做出来的品质比别人好。农委会资料显示，台湾市烟村的业者有59场，饲养量大约是220万只，集中伫中华甲嘉义县，毋若受到国内市场、餐饮、食品加工业的喜爱，每年也使外销850吨烟村卵出口到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这国家，产值有6亿。不过今年开始，农委会公告，烟村列做畜牧法的家禽，饲养者爱立办出伫畜牧场的登记，也设置污染防治设备。饲养业者反映，一个场上少爱投入2000万，立管了后，营运成本也增加，实在是有困难。相关的支持措施里面，包括低利，他们都适用低利贷款或者是有一些专案项目的一些的补助，这些我们都会一并去做一个协助。农委会表示，污染防治的设备，敢若对着鸟屎处理的部分，立管就适用农业支持的做法。业者因申请家里贷款加专案的补助，整体来讲是好处较多。公告了后有能力的缓冲期，希望会使互烟村产业法制化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当年冬季前后10天呢，拢是掠这野生乌鱼的季节。今年碰到暖冬，本地掠船讲这收成的真歹。不过最近拄好有寒流来到，这日本海附近的乌鱼就收落去南部这个所在呢，迄边是掠甲笑嗨嗨。早起训练的渔会也举办乌鱼子评鉴。今年因为物件起价和气候影响，乌鱼子平均价销一斤是甲旧年来比，差不多拢起200块。寒流一波接着一波，渔民趁着这2天出海来掠野生乌鱼。渔民口号渔民表示，今年暖冬原本预期渔获量可能会无好，但随着这2波寒流报道，当地渔民陆续掠到今年第一批的野生乌鱼。有啦，上好的，伊就这节天啊，上好的鱼掠几百尾安尼啦。啊，掠乌鱼是靠气温的啦，有当啊出去去当着就有啦，啊若无当着就无啦，嘛是爱有迄个气温啦，趁钱的气温啦。当地渔民表示，等这前后10天是掠野生乌鱼的旺季。虽然目前掠到野生乌鱼的数量阁无多，但随这几天阁要变冷，渔民阁会出海希望丰收。至于渔林开会就表示，今年因为受到养殖成本增加、暖冬等影响，养殖乌鱼子产量少，乌鱼子的价值嘛有所提升。今年每一斤的迄个价销上无拢成本拢爱加差不多200块，这毋是讲要甲大家起价，真正是救本的，真正是救本的。啊，维持因的成本支出，因为不管纸张、人工、在原料费用，每一项拢起价。渔林开会嘛讲，暖冬的影响，互养殖乌鱼价量愈低，导致乌鱼子产量不足，价值才会攀悬。21号上午，开会嘛举办乌鱼子的评鉴，有200斤的乌鱼子刚刚业者参与，希望会当杀出优质是按在地生产的乌鱼子，来提升地方产业发展。记者有报道。毕竟冬季就咧烧圆，何况是冬季咧？明仔载就是冬季啊，真侪人拢会食圆啊，也真侪人经第一天会来食补。药师公会今仔日就开记者会，要来提醒民众讲，这食物件就要注意到食材特性，袂当伤冷，也袂当伤热。小小的一碗当做圆，伫寒冷的天气有影是享受。直至当做前一天，药师公会开记者会建议，若是想要家己烧圆啊，会使伫煮米粉内底加素心汤的中药材，安尼食了更较健康。为什么考虑这4个药材呢？
最主要的是个健脾胃的一个药材。好，那这样子来讲啊，我想我们在吃汤圆就不会有这个糖分的负担啊。哦，然后再就是说有这个就是说脾胃上的一个不舒服。圆仔汤内底嘛会当改用白鸡加罗汉果代替砂糖，会当止嗽化痰、谷谷腹肠。另外，真侪人嘛会伫寒天食姜母鸭来进补。药师提醒，毋是逐个人拢适合食这款伤热的物件。风热型的感冒的人不适合。什么是风热型感冒呢？可能你有所谓的喉咙痛，有所谓发烧、黄鼻涕或黄痰的这个时候的部分的人，有这些症状的人呢，可能比较不适合。另外，有心也是当咧来洗的女性嘛，无适合食姜母鸭。药师表示，冷热平衡是介重要，当做时嘛要注意莫食伤冷的药材，譬如枸杞梗的草草草等等，拢爱尽量避免。若无就是爱烫互烧食啉。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1922年启用的家己旧家角是目前全台湾唯一并州制设计家角建筑。今年拄好是家己旧家角100年，家己旧家角昨呢是和日本的北海道棒洲家角博物馆透过网络签订交流协定，希望会当增加有学术意义的观光活动。用电脑放上家己旧家角的小改影片，予日本棒洲家角博物馆签约的代表看。双方透过网络签订友好交流协定。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今年是家己旧家角启用100年，这是上好的100岁礼物。双方的友好签订协定以后啊，可以彼此交换经验啊，能够迈向更好的一个历史古迹啊来经营，让国人也了解这个场域是一个人权法治很好的教育场域。1922年启用的家己旧家角，甲日本北海道的棒洲家角博物馆，是全世界最后2间阁保留并州制设计风格的家角建筑。家己市政府表示，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台湾甲日本这2间有历史价值的家角，会当有文化交流的机会。它在这里有多重的不论是建筑啦、历史文化的价值，更是未来绝对是我们最重要的观光我们的文化财。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中央地方一起合作之下，能够把这些亮点给点亮。法务部表示，2月时阵伫家己旧家角举办开放政府协作会议平台，有民众提出甲帮助家角交流的想法。法务部就参外交部共同向日本争取交流的机会，希望活发家己旧家角加做新的文化基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以树仔草茶甘一定的危害环境呢，那总有完整规划来运用人工树林，事实上会当帮助环境哦。林务局长期推动国产茶的应用，新竹林区管理处也出版册，要来绍介台湾的国产茶，咱做伙来看卖。这茶做的商品摆出来，这拢是用国产的木材所做的。林务局推广国产茶，望提升国产茶的使用比率。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也出册绍介10种国产茶的特色、应用、保存方式等等，提升大众对国产茶的认识。科学数据比较艰深的用词上面比较难懂的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能够用科普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接受。林务局表示，过去大众认为寄树仔草茶来制作商品是无好的代志，致使国产茶少人使用。但是其实透过规划运用国产茶，颠倒会使帮助环境。我们不应该去砍伐我们的天然林，那这部分我们也完全支持，而且我们也严格的在执行。但是对于本来就是要作为永续利用的人工林，我们却也因此就疏于经营。人工林它本来就是希望作为永续利用的，只要我们规划好，它是不会有任何环保或者是所谓的环境上面的其他的疑虑，反而它是要比其他的这个国产外国进口的木材要来的对地球的环境更加的友善。林务局表示，选用国产茶制作商品，会使降低运输过程造成的碳排放，对台湾净零减碳有帮助。过去台湾市面上使用国产茶的商品比率只有0.5%，目前已经超过1%。林务局表示会继续打拼。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讲到摄影已经唔是专业摄影师的权利咯，这记录生活也已经变作是全民运动。已经举办第12年的全国美术展摄影类，即届有真侪社会议题作品。主办单位也特别拣出17件，这个作品呢，
伫个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展览到2月底。以教育建筑物的背面呈现对称，嘛透过光影呈现时间的钟甲动，这是今年全国美术展摄影类的金牌奖。过去者的影像作品，敢若伫台湾美术馆来展出，即届头届刷来国家摄影中心来开展。最大的意义呢，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摄影它其实是一个全民运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年龄层，还有不同职业或者说不同背景训练的人来参与这个奖项。已经举办12届全国美术展摄影类，即届对159件作品选出19件得奖作品，嘛特别竞选17件伫国家摄影中心来展出。学者表示，上主要是要让大家看到摄影已经成做全民运动，无论各种年岁，只要有兴趣拢通参加。基地嘛真多元，亲像路边的劳动者、拆除清扫的厝、受到疫情影响的街景、花草等等，拢通成做好合适的作品。把这个单张的影像的这种表现的方式、呈现的方式，可是现在用这个多张影像的这个同时的呈现，其他的展览大概都会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国家摄影文化中心表示，摄影作品是作者对社会也是自我观察的发掘，透过排列组织，传达国家深刻信息。展览会一直展到明年的2月28。记者陈嘉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0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9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0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1度到1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